歡迎收睇樓市思見，我哋先睇睇最新一期 CCL 收報157.45點，按周微跌0.03%，連升5週之後輕微回軟嘅。咁開始我哋今日嘅主題之前咧，先想問下施生啊，施生啊，最近個樓市咧都相當強勁啦，繼續價量齊升。咁2026年咧都即將踏入下半年啦，咁未來個市況會唔會話更上一層樓咧？因為樓市咧係之前連跌咗成3年，跌咗差唔多有成30%噶嘛，咁所以佢本身處於一個偏低嘅位置，所以佢而家係有一部分係反彈追落後嘅，有一部分先至係新嘅經濟增長啊，人口增加所導致嘅，所以兩樣加埋一齊咧，好似就會升得快啲，升得急啲。其實今年年初我哋喺呢個節目，我都預期今年係個升勢會加劇嚇，升幅會增加。咁而家出嚟嘅情況就的確如是啦。雖然今日嘅中原城市領先指數係有輕微嘅回落，但呢個係因為我哋嘅指數咧係一個禮拜就出一次嘅。咁所以佢嘅波動性係會比較大嘅。如果你一個月一個月睇，或者一季一季咁睇咧，嗰個升勢咧就會持續同埋明顯嘅。咁你睇差餉物業估價署嗰個指數咧，因為佢一個月咧，即係短期嘅波幅佢都拉平咗噶啦。咁所以咧佢係連續好似有成11個月嘅升勢都一路保持到嘅，咁我自己估計呢種持續嘅上升咧，喺下半年咧都會繼續嘅。只不過咧你升得快咗嚇，咁衝一段，咁佢會唔會唞唞咧？咁我相信每急升一段之後咧，啲人對啲價位咧開始嘅時候就會有啲抗拒嘅，咁譬如你上半年升咗咁多，年中慢翻少少年尾又追翻呢種情況嘅可能性係比較大嘅，但係總趨勢向上咧，應該係未改變嘅。好，唔該晒施生幫我哋分析咗下半年樓市嘅一個睇法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請嚟咗中原地產香港住宅部首席建築師鄭仲良先生Jeff 咧嚟同我哋講下即將推行嘅一個長者友善樓宇設計強制規定嘅。咁 Jeff 你好，咁發展局咧即將就喺今年8月啦，都會推行呢個長者友善樓宇設計嘅有16項嘅強制規定。Jeff 你覺得今次呢個修例嘅整體評價，你有咩睇法咧？邊一啲規定你覺得係最有效嘅咧 ？Hello， 係啊，呢啲長者友善嘅樓宇設計嘅安排咧，其實喺業界上面都討論咗好耐㗎啦。事實上，佢個背景就係考慮到咧，即係香港人嘅人口老化啦。我嚟之前我睇過一個數據啦，如果由2000年咧，嗰個香港人嘅平均年齡咧係35咁上下嘅，但係去到今日咧係去到40幾，超過45嘅。咁喺呢20幾年嘅升幅係犀利嘅，而同時間咧，香港人咧嗰個平均預期壽命咧，亦都係升咗嘅。即係以前2000年嗰陣時，男人就75歲，女人83歲。我再 check 翻咧，今日咧就男人變到83歲，女人咧就去到88甚至更加高嘅嚇。咁所以咧，呢一個長者友善嘅樓宇設施計劃咧，其實係政府必然要面對嘅。咁佢個措施，我今日睇翻咧，其實咧都尚算溫和嘅。佢講緊嘅咧就係一啲受規管嘅一啲路徑，需要提供一啲比較好嘅設施，唔好俾老人家受傷嚇。其實就係呢一個即係觀點咁樣。咁我覺得咧其實有更加多嘅措施可以考慮啦咁樣。至於你話影響咧，其實咧係睇翻你應用喺邊一度啦嚇。咁佢講緊嘅咧係一啲商業嘅地方，同埋一啲住宅嘅地方，甚至乎去到一啲住宅嘅單位嚇。咁好可能咧呢啲嘢咧喺法例未出台之前咧，發展商或者小投資者或者本身一啲家居嘅人咧都自己做緊嘅嚇。咁所以咧除非去到一啲項目係好極端嘅情況，否則咧我唔覺得咧呢啲法例嘅引用咧係好大問題。
咁當然啦，我都見到一個點咧，係可能可以攞出嚟講嘅，就係話咧佢啲樓梯要闊啲，同埋咧要兩邊高低扶手。咁可能大家呢個咧就會可能比較明顯少少，因為樓梯高低扶手咧就好容易咧俾人諗到咧嗰個地方就可能係老人院啊或者其他嘢。但係呢個之外咧，我又覺得其他嗰啲咧都係即係都可以嘅。而家唔係老人院，係所有嘅樓梯都要有高低扶手嚇。係啊，喺個路徑，即係預期會有長者行經過嘅路徑嘅地方咯。咁冇咩路徑話長者唔行嘅，有冇啊？係啊，到期時咧就可能咧去翻俾我哋業界人士去同政府去爭辯，可唔可以咧個範圍冇咁大啦？啊，如果我哋即係咬文嚼字嘅話咧，佢所指嘅咧係受規管嘅路徑，即係佢個法例寫叫做 regulated route 啊。咁呢個 regulated route 咧，其實佢有幾種情況嘅。第一，包括咗咧，佢由個地界去到個主樓宇嘅主入口，咁呢個係其中一種啦。但佢亦都可以包括咗咧，去到上層嘅一啲單位咁樣樣嘅。咁但係去到上層單位嘅話，咁咪哇，咁咪即係周圍都係咯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咧係仲要有待進一步嘅釐清，睇下點樣去執行。但係去到單位或者去到大廈嘅門口以下咧，就我相信咧都冇乜走雞。佢嘅高低扶手係每邊都有高低，因為一邊高一邊低。我睇落去咧，似乎兩邊都係嘅，因為英文又好，中文又可以寫 on both sides 嘅兩邊嘅。咁咧就一係咧就低嘅700，高嘅850，一係咧就低嘅係800，上面就去到950，即係 mm 計咁咪平衡咁走。咁你變咗咧左右各自兩邊加埋就4邊，咁咧呢個咧就可能比較增加少少建築費，不過呢啲建築費唔算太貴嘅，唔算，係啊唔算嚇。咁你即係因為其實啲扶手喺成個建築費嚟講，就坦白講都微不足道嘅，係啊。咁啱啱都講咗有一啲唔同嘅規例啦，咁其實新加入嘅呢一啲設計咧，喺嗰個技術層面上面難度係高啊，定係唔高咧？同埋啱啱講到嗰個成本啦，咁嗰個新規定嗰個成本，你施生啱都估話應該對整體個樓嗰個成本唔係話真係好大啦。咁但係其實長遠嚟講，會唔會都推高到嗰個新樓嘅售價咧？頭先都講啦，即係加呢一部分咧，對嗰個建築費嘅影響咧就增加得唔多嘅。即係喺樓價而家升得咁快嘅情況下咧，就發展商就好容易係吸收到呢啲升幅嘅啊，市場好容易消化到嘅，就唔會話措施出嚟咗之後，樓價嘅升勢就會加快，或者發展商喺投地嘅時候就會即係出價會冇咁高。呢個整體計算嘅時候佢都會計，但係影響好微嘅啫。好。咁又想問下施生啦，即係施生你而家都健步如飛啦，咁但係事實上咧，你都正算係一個長者啦。咁以你嘅用家角度去諗咧，依家住宅或者一啲商業處所，即係好似商場啊或者診所咁樣，有邊啲地方你覺得係需要改善嘅咧？我自己就雖然都近80多過近70㗎啦嚇，咁但係生活上都基本上自己照顧到嘅，但係成個社會嘅趨勢咧係長者越嚟越多嘛。咁喺政府喺呢個考慮嘅時候，有啲新嘅要求啊，我覺得係好正常嘅，就唔係從我個人出發，我個人就真係冇乜需要。咁我有時覺得即係譬如行下樓梯啊，對身體有好處添嚇。咁但係社會嘅考慮咧係唔係考慮個人噶嘛嚇？咁政府有呢種考慮咧係好嘅，但係我有時從商界嘅角度咧，亦都要考慮嗰個成本嚇，即係社會承唔承擔得起咯？而家呢啲就係屬於可承擔嘅範圍，即係以前呢啲已經通過咗㗎啦。譬如即係有啲鋪啊、大廈入口啊，要有一條斜路俾佢可以
推輪椅嘅咧，有啲鋪好細嘅都一樣要有喎。咁所以佢係行起上嚟咧係對有一啲小商人咧，可能係會影響佢生意啊。佢條通道，因為而家香港啲迷你鋪啊嘛，條通道佔咗成個鋪嘅一半咁滯。咁嗰啲咧就可能有一啲特殊嘅安排咧，可能對個營商者會好啲咯，或者可以有客嚟啦，佢有塊木板擺上去，等佢可以上。等而家地鐵嗰啲樓梯都係嘅，有個 lift，即係有個係即係喺個樓梯嘅扶手電動嗰啲叫咩？我唔知。lifting platform。lifting platform 係啦。即係有啲方便佢哋減輕成本嘅設計咯。咁依家隨住香港嗰個人口老化咁個問題都持續啦，其實長者友善設計咧喺未來會唔會成為一個新樓嘅主要賣點？問我啊？兩位你隨你講先。我頭先講而家嗰個要求咧，仲係市場可以接受到嘅會唔會成為新樓嘅賣點咧？睇你提出嚟嘅新要求係咪真係切合實際用家嘅需要同埋所造成嘅成本合唔合理咯？即係如果你話提咗之後，即係做咗呢啲設施之後，使用率唔高嘅，但係成本啊增加得多，咁梗係未必有好處啦但如果係真係大多數人都覺得咁樣係應該嘅，呢啲錢值得俾嘅咁或者係你冇好多人都會唔啱使嘅，咁啊會有影響咯。但係喺目前我哋喺市場上接觸咧，未算遇到太多嘅客係純考慮呢個因素作為佢買樓嘅即係出價嘅一啲考慮咯。我都補充少少啦，即係以我嘅觀察嚟講，現階段好少樓盤，除非佢一開始就定位係銷售俾長者，甚至乎有呢啲咁嘅需要長者，否則咧呢啲其實都係一啲輔助嘅設施嚟嘅。同埋我哋要留意咧，呢啲咁樣嘅長者友善嘅安排，好多時候咧都係擺喺一啲公家嘅地方嘅公共走廊啊、大廈門口嗰啲係佔用面積，而且咧係賣唔到樓嘅。嗰啲係即係我哋叫做咧係要計面積，但係唔係計落賣嘅實用面積裏面嘅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一個考慮，就係話未必會有好多發展商可能攞嚟推廣但係咧調翻轉諗嘅一樣嘢就係長者友善呢個趨勢咧，似乎咧係即係各界樓盤或者現有物業咧都會面對嘅嘢嚟嘅。譬如我參與嘅項目裏面咧有唔少嘅查詢咧，就係講緊就話，如果有個屋，如果可以加到部 lift 咧，去購買嘅意欲咧就會多好多啦。點解咧？因為屋有長者，又或者如果嗰個屋咧係一個大平層，係唔需要走上走落咧，去購買嘅意欲咧又好多啦。因為咧大平層咧永遠喺用起上嚟咧係方便好多嘅。咁呢啲咧就係一個宏觀嘅一個方向，我哋需要諗嘅。咁亦都鼓勵政府喺呢方面咧，即係多加去思考下點樣嘅咧，大家做到既安全，亦都係即係促進房地產嘅健康發展咁樣。另外，譬如而家咧啲浴室好多都仲配一個浴缸嘅，但實際上咧就花灑嘅使用嘅機會係多過浴缸嘅。對於長者嚟講，我相信花灑都會方便啲。有啲花灑係輪椅都推到上去嘅。你浴缸咧仲要擒入去擒出嚟，製造咗即係跌親啊嗰個機會嘅。所以就如果我唔知而家嘅比例啊，但係我見好多都仲係有用浴缸嘅。係啊，呢個就即係先天性，暫時未去到修訂呢一樣嘢啦。
即係如果講翻浴缸喺法例呢個8月1號會出台嘅一樣嘢，佢嘅要求就只係話個浴室要防線嘅啫嚇，佢冇要求你唔俾裝浴缸嘅嚇。咁防線係一個好基本嘢。咁而事實上咧，我啱啱都分享啦，呢啲嘢咧，對於現有嘅樓宇設計比較少，因為而家樓宇嘅設計，你每一條法例咧都已經係防線嘅地板㗎啦，又或者係廚房都係防線嘅，所以咧呢個只不過將佢變成一個法例嘅啫嚇。咁但係浴缸咧，其實喺香港係一個好道地嘅一個設施嚟嘅嚇。一個浴室咧除非佢係有嚴重地不夠空間，否則嘅話咧，大部分我相信發展商都係會擺個浴缸上去，而唔係一個企缸嚇。咁呢啲就真係要去到大家成個。但呢個冇法例限制嘅，係佢自己嘅選擇嚟嘅。係啊。咁所以呢個要慢慢去再睇啦。有啲浴缸就係我哋叫sunken tank 嘅，即係個樓板直頭沉咗落去。當你個浴缸擺咗落去之後咧，其實你唔使攬高腳，而係你慢慢行落去。呢個咧就喺個結構上要預先嘅安排，因為首先你個浴缸係沉咗落去嘅話，意味住你個樓板設計咧就要預先坐低咁樣嚇。咁呢啲可以慢慢大家再去探討嘅。好，咁都唔該晒兩位啦，分享咗對於呢個長者友善樓宇設計嘅一啲觀點。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差唔多，下次節目時間再見。